香港電台第一台18好時光。講完打機啦，我哋講翻啲文藝少少嘅嘢啊嚇。嗱，傳統嘅工筆畫咧，如果提起嘅話咧，大家可能腦海入面咧都會諗起一啲花鳥啊、山水或者係古風嘅人物嘅。而藝術家杜海泉呢，就將工筆畫咧帶到去另一個境界喎。佢用呢個傳統嘅工筆畫嘅細膩嘅筆觸，記錄咗呢黃竹坑呢個舊嘅工業區。香港電台第一台18好時光。講完打機啦，我哋講翻啲文藝少少嘅嘢啊嚇。嗱，傳統嘅工筆畫咧，如果提起嘅話咧，大家可能腦海入面咧都會諗起一啲花鳥啊、山水或者係古風嘅人物嘅。而藝術家杜海泉呢，就將工筆畫咧帶到去另一個境界喎。佢用呢個傳統嘅工筆畫嘅細膩嘅筆觸，記錄咗呢黃竹坑呢個舊嘅工業區轉變成為咗呢一個藝術嘅熱點，而且呢仲係日與夜嘅變遷添。嗱，更加犀利嘅呢就係呢，佢將自己嘅作品建立咗成一個嘅數據庫。咁咧就開發出咧一個工筆畫風嘅人工智能濾鏡系統啦，咁就可以俾大家借用咗呢個科技，將自己嘅相片亦都可以變成咗一個工筆畫風嘅相啦。哇，好正，我都好想試啊！嗱，今次呢個展覽咧犀利啦，佢仲融合咗 AR 擴增實境科技，觀眾咧可以透過動態嘅影像啦，同作品互動，親身咧感受一個色彩豐富啦、傳統啦同埋現代交融嘅當代工筆城市圖卷啊！你好啦，我叫做杜海泉，我係一個工筆畫家啦。咁工筆其實就係水墨嘅一種，佢係一套國畫裏面嘅語言啦。呢一個展覽呢，就叫做新黃竹坑圖卷啦。咁佢就係一個水墨再去 crossover 人工智能同埋 AR 嘅擴充實境嘅一個展覽。首先呢，我去諗呢件事嘅時候呢，就係諗一個地方同自己有關啦，即係息息相關之餘係有一個 bonding 同埋有親切感嘅。咁呢個地方本身呢，就係我近年啦好多嘅畫廊啦，或者好多藝術嘅相關嘅 industry 咧喺度發生嘅一個地點啦。咁其次佢同我住嘅地方好近啦，咁我由細到大都喺度成長嘅。延伸落去呢，其實就係呢個地方嘅變化非常之大，佢令到我呢可以喺一個畫面裏面呢發揮到嘅空間好大，可以喺畫面裏面呢去承載好多嘅敘事嘅容量。咁呢一件事就令到我覺得值得我係用一張畫嘅厚度啦去刻畫佢。人工智能呢一套嘅系統咧，對我嚟講就係可以將呢一件事咧係縱向啦，同埋橫向咁樣去推而廣之嘅效果。咁所謂嘅縱向，可能就係講緊佢可以深度啦，公眾去參與呢一件事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可以透過去製作呢一個嘅人工智能嘅濾鏡啦。咁其實呢個濾鏡就係一個工筆畫濾鏡，係我自己風格嘅一個濾鏡咁樣。咁佢可以放唔同嘅題材作品落去，喺唔同嘅題材上面咧，都可以將佢轉化成一個工筆畫嘅風格嘅時候，其實佢調翻轉頭就可以帶俾我睇到一個可能性。原來工筆畫除咗我自己創作之外咧，係可以做到呢啲嘢嘅。咁樣佢更加深入咁樣推廣呢一套語言，對我自己同埋對個語言本身都可以更加豐富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廣度啦，即係佢可以透過嗰個人數上面，或者喺唔同嘅題材上面嘅 apply 咧，其實就令到佢個語言嘅多樣性係更加容易出現到。工筆畫係一個好緩慢嘅藝術啦，因為可能好多公眾如果想理解呢件事嘅時候，工筆畫係好仔細嘅，佢可能就係勾線跟住上色，然之後咧一層一層咁樣燻染佢，咁令到一個作品咧係好多細節去呈現。而呢一件事本身咧係好緩慢嘅藝術，可能一年咧就算你係一個全職嘅畫家咧，你只可以做到10零至20張啦。當代嘅藝術家，你一世人有機會可以做到幾百張去到1000張畫咁。咁但係呢一個數量咧，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套語言嚟講咧，佢都唔夠紮實嘅。咁我諗人工智能嘅呢一個平台呢，喺呢一個嘅項目裏面呢，佢起碼係可以做到一個可能性。呢一件事本身已經會對我將來做創作或者可能中意水墨嘅人，佢可能嚟到呢度發現，原來我影一張自拍係可以變成工筆畫嘅風格嘅。咁可能潛移默化咗呢，都會影響佢哋將來做水墨嘅創作。即係我唔夠膽去誇大呢一個展覽帶嚟嘅影響，但我諗某程度上都提供咗某啲嘅可能性去做到呢啲嘢。藝術家杜海泉嘅新黃竹坑圖卷呢個個人展覽呢，就即日起去到4月13號星期一喺香港視覺藝術中心5樓展覽廳舉行㗎。地點呢，就係香港中區堅尼地道7A 號，免費入場㗎。免費入場啊，真係非常之好啦！嗱，展覽呢係設有工筆畫 AI 濾鏡，分為咗日
同夜兩款唔同嘅動態背景㗎。而且咧，大家咧只要連結咗上載咗自己嘅照片，即刻咧就可以生成咧貼近呢一個嘅杜海傳去嘅畫風嘅工筆畫照片啦，即刻可以打卡㗎。